来看内政部统计哦，一档的诈骗案件是超过27000件，大多数的受害者拢是老大人。内政部嘛找宗教团体来合作，望讲大家做伙来宣导防诈骗的知识。各宗教团体代表伫台顶签名，展现打击诈骗的决心。政府咧防治诈骗，即马宗教团体也来斗3工，就宗教的力量，尤其针对时代宣传防诈骗的意识。那我们透过很多的媒体或者是一些网络的这个宣导，那还有一大块是不容易接触的，就是长者。国人对宗教界，尤其是一些法师或者是这个宗教领袖是非常的幸福。行政院打造办公室表示，透过宗教界的领袖宣导防诈骗意识，时代嘛较听会落，通达成减少接触、减少误信、减少损害3大目标。各地警察局的同仁会在跟各地的这个宗教团体利用他们的一个宗教的集会活动不管是在教堂或者是寺庙里面呢，有时间就会帮忙宣导跟宣传其实我们第一波呢，在宣导所谓的165反诈骗的这样子的一个专线电话的时候，已经有达到效果。但是呢，现在要更进入深一层，就是告诉这些阿公阿嬷或是信徒信众，千万不要收到任何来路不明的讯息的时候呢，就把自己身上的钱掏出来。内政部表示，政府人力有限，需要靠民间团体斗阵宣传。内政部长刘世宏讲，根据统计，过去逐年有超过27000件诈骗案件，真侪受害者是政府较好接触宣导的族群。即阵透过宗教团体，政府就通把防诈骗的资讯拖到每一个市，互更较侪人通知影。记者郭文林有开台北报道。